抽油煙機撳極都冇反應，抽油煙機成日有吱吱聲響。想知咩原因？可以揾維修人幫你解開謎團。抽油煙機又稱吸油煙機，是利用風機葉輪高速轉動產生的負壓空氣流動，將室內的油煙氣體吸入並通過風道排出室外的一種廚房器具。傳統的抽油煙機是使用電機帶動風葉旋轉，從而將空氣吸入室內，再將煙氣排向空中。油煙機是廚房必備的設備。抽油煙機種類很多，有頂級式、側級式和櫃式等等，不同的款式和樣式價格也不一樣。以下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幾種常見的抽油煙機的優缺點及選購要點。一、頂級式。一、優點。油煙機的最大特點是它的抽力強勁有力，所以在廚房中使用效果非常好。而且由於頂級設計，所以在廚房中可以看到吸油煙機的身影。二、缺點。由於煙道很長，所以煙氣上升比較慢，而頂級式的噪音相對較少，並且容易積灰，而且油煙排走之後會留下一層灰。另外在廚房內的照明方面，較頂級式來說還是比較差的。三、選擇頂級形式的家庭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不能選用吸煙孔過多或者過少的款式，因為這樣一來的話，可能導致煙道口的位置不夠高，無法達到最佳的排煙效果，而且還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物品的正常運轉，從而帶來很大的麻煩。二、側級式。一、優點。側級式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讓油煙直接通過煙管排到室外，並且不會產生明火。二、側級式的最大缺點就是只能從側面進行抽走油煙，而且油煙的擴散性比較差，如果不是很小的空間，也不能做到完全避免。三、側級式的最大缺點就是它的抽力和排風量都不是特別大，這對於一般的家庭來說，可能就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了。但是側級式的吸力強大，在炒菜做飯時能夠把廚房裏大部分的油煙吸走。四、選擇側級式類型的家庭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最好不要選擇吸煙孔和出風口為直邊的類型，否則很容易出現油煙不順暢的問題。三、下沉式。一、優點。下沉式的最大優點就是能夠有效避免油煙外溢的現象，由於它是從上往下滴油，因此不會造成任何油煙倒灌的現象。它的最大缺點就是會用太多空間，使得廚房裏的其他地方沒有辦法使用。二、缺點。下沉式的最大缺點就是它的噪音較大，在烹飪過程當中，由於有一個很強的離心力作用在灶具上面，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聽到的聲音會比之前更大一些。不過一般情況下，只要你不是長時間做飯，那麼這樣的噪音其實並不大。維修達人提供以下品牌的抽油煙機維修服務：Bondini 雪白、Bosch 博世、Brand 白朗、Campus 金牌、Candy 金頂、Simatec、Crystal 尼斯、Crown 皇冠、Electrolux 伊萊克斯、Phonic、Fisher Paykel 飛雪、Fujio 富士皇、Gaggenau、Garrus 樂斯、General Tech 名將牌、Sherman 鋪德國寶、Gigas 上將、Garange 歌兒、Hitachi 氣霸、KDK、Kuso 德順、拉天星輝、Megapol、MIAQ Signer、Misoko、Ocean 海洋、Pacific 太平洋、Panasonic 樂聲、Fico 飛歌、Poga 品格、Raysonic 樂順、Roblin、Rosias、Sakura 櫻花、Senki 日本生棋、Siemens 西門子、Simba 簡柏、Smeg、Tega 德格、TGC、Tatoki 東奇、Weltron 威朗、Whirlpool 惠而浦、Y Westinghouse 和 Sanusi 金章等不同品牌。維修達人抽油煙機安裝及檢查範圍包括：一、
上門檢查各配件，專業清洗，檢查清洗機身，檢查清洗儲油盒，檢查清洗油網，檢查清洗線葉等。2、維修配件或安裝新機，維修安裝機殼，維修安裝電機，維修安裝風輪，維修安裝風道，維修安裝指回閥，維修安裝排煙系統，維修安裝照明裝置，維修安裝電源開關等。除此之外，我們更會提供維修各種抽油煙機故障服務，例如1、通電但功能開關無反應；2、電機時轉而不轉；3、電機運轉時發出聲音過大或有異常聲音；4、機身或外殼過熱；5、出現漏油問題。本公司業務範圍遍及全港9新界，多年來為不同公私營機構、學校、院舍及住宅客戶進行家用電器維修及保養服務等。我們能提供有質素保障的一條龍快速日夜上門維修及支援服務。旗下的專業維修人員更會為客戶提供專業意見，幫助客戶解決關於抽油煙機的任何問題。我們保證所有維修零件均為原廠零件，質量必定有保障，減少抽油煙機再次發生故障的機會。我們提供服務地區更遍全港9新界，以及離島和偏遠地方也是我們的服務對象之一。維修達人的熱線服務專員將為客戶提供相關的專業分析，分析後被認為維修成功率高，才會安排上門進行維修，避免收取不必要的查費用，更協助計算出所需維修預算，並在售前對你免費報價，保證其維修價格必定在合理範圍內。我們還有清晰收費價目表，明碼實價，絕不取巧。本公司經營收家電業務10多年，憑住多年經驗口碑載道。我們一直以提供優質服務以留住熟客為宗旨。若遇到任何家電的問題，歡迎隨時 WhatsApp 59328799或致電37428790查詢更多服務詳情。我們的服務專員將竭誠為你服務。